一路上，大壮无缘无故被货车老六降维信的打击，几次三番倚仗大吨位的优势，想置大壮于死地。虽然大壮想不明白其中的缘由，但现如今好歹是摆脱了老六幽灵般的身影。随后，老爷车被疾驶而来的火车拦截。就在大壮放松警惕的时刻，幽灵老六再次现身，并且在轻声问候老爷车的菊花。而前方就是急速的火车，一旦失控向前，必定会领取盒饭。情急中，大壮急切想念老六的祖宗，可对方并不接受他的好意问候，反倒是加大油门，继续亲吻老爷车的菊花。货车庞大的吨位和马力，将轻巧的老爷车渐渐推向死亡。眼看大壮就要见到上帝，幸好火车这时已经全部通过。大壮马上放下手刹，一脚地板油给老六让道。可货车老六便像一切都没发生过一样，而大壮看着远去的老六，却是满脑子问号：为什么这个陌生人上一秒还在生死相逼，下一秒就悠哉悠哉的离开了，远离老六的威慑？大壮在公路旁遇上抛锚的校车，热心肠的他愿意帮助他们推车，可这无疑是小马推大车不自量力，结果没帮上忙不说，老爷车的保险杠还卡在校车上，一瞬间小丑竟然变成了自己。就在他尴尬无语时，幽灵老六想念玩弄在鼓掌之间的玩物，竟然折返回来寻找他。当大壮看到老六时，整个人被吓得亚麻呆住。见到货车缓缓向自己靠近，大壮就更加的疯狂了，强行将老爷车与校车分离，然后不顾一切的开车逃离。离开后的大壮通过后视镜看到，货车老六却好心的代替他将校车推出隧道。可眼下他没时间过多思考，正好趁这个时机彻底甩开他。很快，大壮就赶到了临时服务区，准备通过公用电话向警方报案。可货车老六果真如幽灵一般的存在，看样这一次他是真的要置大壮于死地。